来台湾看世界，来看中东黎巴嫩真主党的成员所使用的 BB 扣呼叫器，甲这无线电的对讲机，伫24小时内前后发生着爆炸，有30外个人死亡，3000外人受伤。为这两件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来看，以色列已经完全渗透到真主党的通讯网络，所以才有法度同步来发动攻击。街路顶汽车熊熊爆炸导火，另外一台汽车爆炸了后，车顶拢是碎玻璃，引爆的总之拢是无线电的对讲机。18号黎巴嫩各地又搁传出着爆炸案，有人伫送葬现场，当附近拢是人的时阵，无线电熊熊爆炸。有人围伫救护车边啊，身躯顶的无线电熊熊爆炸。事发的现场，民众惊甲四界走，无线电爆炸了后，还搁伫室内壁倒留下火烧甲弄脚的痕迹，看出来无线电内底炸药比前一天呼叫器爆炸案内底炸药分量加真多。18号黎巴嫩的真主党受到第2波攻击，这边锁定的目标是日本爱克姆公司已经停产的无线电对讲机，又搁造成上百人死伤。Explosive devices require 5 main components. You need a container, a battery, a triggering device, a detonator, and an explosive charge. The pager already, typical pager will already have the first 3 of this list. 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呼叫器内底装3公克的炸药，传送爆炸命令，互呼叫器爆炸。若以色列设伫后壁倒一个生产的流程，将炸药甲装入去，这都唔知咯。Getting into thousands of pagers, implanting explosives, detonators, switches, and the rest of it, and not changing the weight of the pagers very much is a complicated operation and shows. 根据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甲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，以色列已经成功将手伸入真主党通讯器材的供应链，伫上千台无线电内底装炸药，这个无线电已经分散到各地，准备伫真主党和以色列小战的时阵使用。如今却互以色列提早引爆，嘛削弱真主党的实力甲战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